我係屋企咧嘅獨生女，同爸爸關係好好嘅，但係咧佢冇時間陪我。反正媽媽咧就同我個關係唔好嘅，所以咧我就好細個咧就唔中意喺屋企噶啦。我喺屋企咧係覺得好孤單啦，好寂寞啦，係咁我喺度揾咧人生究竟係有咩意義咧？為咗咧係尋找自己嘅開心啊，就好細個就出去玩，但係咧就最終就係染上咗毒癮，因為咧要揾錢吸毒，做咗咧好多違背良心嘅事情，終於上得山多終遇虎，俾差人拉咗，控告我9項罪。哇！當時嘅心真係好跌到落谷底。咁經過一個公園裏邊咧，係見到好多人喺度唱歌。當時咧，我心想：哇，點解佢哋會咁開心？呢個開心咧，我從來都未試過喺心裏邊笑出嚟。跟住有一個基督徒女士嚟走埋嚟問我啦，係咪信耶穌啦？我話耶穌我就聽過，咁但係我冇真係感受過或者見過。咁我就話俾佢聽，我就要坐監啦。跟住佢好堅定嘅眼神咁樣同我講，佢話耶穌幫到我，佢教我咧翻屋企咧係祈禱，但係一祈禱咧我就好有平安，於是者我就慢慢祈禱啦。審判嘅日子咧就終於到啦。咁嗰個女士咧原來有係戒毒中心係教會嚟嘅，就咧同我一齊上庭，撤銷咗6條，即係剩翻3條，順理成章就判咗我入去戒毒中心嗰度戒毒啦。當我入到戒毒村戒毒嗰陣時咧，同一班女仔一齊咧，好開心，諗住咧又揾到神喎，自己個心咧好滿足喎，覺得自己冇問題，所以翻嚟咧呢個社會嗰度做嘢。點不知呢份工咧係禮拜冇得放假，所以咧就翻唔到教會。但係冇神喺我嘅生命當中，又再重蹈覆轍，又再次吸毒。今次吸毒嘅毒品嘅種類係比上次更多，好冇面目去揾神。點解咧？因為當初啱啱識佢嗰陣時對我太好啦，我又唔使坐監。但係而家咧，我仲邊有面目去見神？所以我一直都冇揾佢。咁但係到自己好失望、好灰心，直頭係冇盼望。嗰個同事係想自殺嘅當晚。係聽到一首詩歌，呢首詩歌嘅名就叫做《是你應許》。耶穌顧念我，求在你懷內，醫好我的創傷，潔淨我罪，你捨身拯救我，生命全能主應許。哇，好奇妙喎！簡直係神同我講嘢，即係呢首詩歌全部嘅歌詞都係我嘅寫照嚟嘅。當時好感動，係咁喺度喊，喺神面前認罪悔改，不得止，仲求佢咧係幫助我再一次戒毒。喺我戒毒之後咧，生命作出改變，同神和好，亦都要同人和好。所以咧，我第一個就諗起我媽媽。我翻去咧，同佢認罪悔改，求佢寬恕。媽媽咧原諒咗我，好感謝主啊！喺佢最後嘅日子裏邊，仲信埋耶穌。我生命上嘅轉變咧，係俾我爸爸最好嘅禮物。喺我生命嘅過程當中，神對我不離不棄嘅愛，我咁衰佢都愛我。我要將呢一份愛帶去社區。而家咧，我仲努力傳福音，積極參與社區嘅探訪，帶住主耶穌嘅愛咧去祝福更多嘅人。若有人在基督裏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舊事已過，都變成新的了。